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8号，又有一家幼儿园爆雷。应该说，幼儿园连锁机构大量的家长交的学费打了水漂。最近这个重庆爱贝贝幼儿园2所园区突然停课。此前，除了预收1年至3年学费，园方还以专资助教名义预收家长15万到30万不等费用，许诺3年后退还或分红。根据这个财经网10月28号的报道说重庆爱贝贝幼儿园停课爆雷，曾向家长集资大量资金。9月19号，江北区爱贝贝幼儿园家长群中，老师发布通知，暂时不要送孩子来园，园内儿童仅能接受基本看护，正常教学活动几乎陷入停滞。9月23日，渝北区爱贝贝国际幼儿园也发布停课通知。据悉，因园方拖欠教职工社保工资，大量教师辞职，幼儿园无法正常运营。事发后，教育、公安及经侦等部门相继介入调查与善后处置。据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协调会议家长介绍，品牌创办人苗青及部分管理层目前已被公安机关控制。江北、渝北及两江新区4所爱贝贝园区目前已基本恢复教学秩序，但资方交接尚未完成。对于未来孩子们上学问题，相关部门、资方与家长仍未达成一致。又一个这个连锁幼儿教育机构爆雷，这个恐怕已经不能算新闻了。在重庆本地幼儿市场中，幼教市场，爱贝贝一度被认为是性价比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其主打双语教学加体验式课程。宣传资料显示，渝北区占地约4000平方米，配有艺术课堂、角色体验馆、英文合唱团等配套设施。根据工商登记信息，爱贝贝幼儿园最早注册于2015年，注册资本70万，法定代表人苗青。最多时在重庆拥有8个园区，每个园区在园儿童200人左右，这个规模可不小你按一个月2500，重庆每个园一个月收入就50万，8个园区就400万呢，一个月说实话，没有想到会爆雷，因为学校口碑一直很好，在这里也开很久，有很多家长都是慕名把孩子送来的。康田校区家长郭鑫说家长段红也称自己在综合考察了很多学校之后才选择了这个学校，因为其活动丰富并且孩子喜欢。学校虽挂牌为普惠幼儿园，但平均每个月学费2680到2980元，远高于重庆市制定的普惠幼儿园最高不超过900元每月的标准，将近3000一个月的学费2025年年初起，园区内运营出现异常，部分教师发现工资到账时间延迟、社保中断等。今年暑假，部分校区陆续传出停课与缩编的消息。8月21日，爱贝贝幼儿园官方公众号向家长发布通告，称为优化办学结构、提升教学质量，决定关闭4个园区，仅保留江北区、渝北区、两江新区的4所园区继续运营。此后，教师快速流失，部分课程由其他教师兼任，一些兴趣课停开。康田校区大班家长许丽说我们班的数学老师辞职了，另一个老师在代课，保育员也走了，听说其他校区更严重。财经网报道说不同园区的经营状况不同，江北加州园区最早出现停课，也是最先暴露出捐资助教非法集资问题的校区。渝北江北园区涉及金额较大，部分家长投入10几到20万元，而康田园区因收费较为常规，盈利状况较好，被视为园方最想保住的校区。据家长介绍9月开学后，该园区艰难维持教学，但仍有大量教师流失，拖欠物业、房租，甚至在9月几次停电，食品供应也出现问题。据家长说苗青就是法定代表人老板被警方控制前，曾于9月15日现身康田校区，被现场的家长与教职工拦下，随即组织大班家长开会。家长段红和许丽称，当时苗青在现场情绪激动，表示停课的园区已经卖出，与自己无关。目前
资金周转困难，但承诺将优先保障康田校区的正常运转，再给半个月时间解决问题。会议结束后，苗青便离开园区，此后再未公开露面。不久后，公安部门正式介入，称已将苗青带回调查。幼儿园的暴雷倒闭，为什么那么多家长受害呢？实际上就涉及到叫捐资助教。捐资助教实际上是幼儿园方面的说法，按照警方的说法，这就是非法集资。所以这个幼儿园一暴雷，不仅是老师工资、老师的社保、房租这些东西没有着落，那么多家长的这个集资捐资助教款鸡飞蛋打。所以这里面涉及的就是非法集资、捐资助教陷阱。2012年，教育部等部门发布《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入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对于违反规定幼儿园，政府将不再核发收费许可证。而爱贝贝推出捐资助教计划，以幼儿园扩建升级、预存学费享优惠等名义向家长募集资金，金额从15万到30万元不等。若是3年后再返还费用，就可以免费入读学校，之后还可选择将其转为投资金额，每年获得15%的利息。北京善权律师事务所经济犯罪辩护部主任赵振鲁告诉财新，根据现有信息，涉案行为初步贴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要求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等特征，但同时还需关注涉案所募集助教款项去向用途究竟是否用于幼儿园营运，以及所承诺的扩建升级还是被挪用做其他资本类活动。此外，家长还预先缴纳大额学费，园方通过宣传游说、强制要求等方式，使大量家庭选择预缴1至3年学费，单笔金额多在2万至7万元之间。据不安全统计，仅康田校区就有几十名家长预缴学费，金额约300万元。这个比较简单就是说你一学期的交，那就是2800一个月。如果你是对吧3年一起交，可能就是2500一个月，给你便宜点。那很多家长一看，反正是要交，一次交3年的吧，毕竟存银行也没什么利息，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干脆把3年一交，结果这个钱也打了水漂孩子上中班的郭鑫告诉财新，报名时园长称学校学位很紧俏，需要预存学费，锁定学位。在园长的不断引导下，考虑到这是附近最好口碑的幼儿园，他一次性交了3年学费。另一位家长许丽也称，幼小衔接阶段被要求一次性交清1年费用，他们说这是额外课外资料费用，否则无法上课。此次事件发生后江北区教委、渝北区教委、两江新区教育局等先后发布相关提醒，明确保教费应当按月或按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保教费。根据重庆市渝中区教育委员会发布信息，2020年9月起，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认定标准分别为3级，收费上限700元到900元。小区配套园可在此基础上按照等级上浮50%，家长们缴纳的学费远超这一标准。不仅如此根据相关规定，学费应统一缴入幼儿园的对公账户，以确保财务透明，与监管可追溯。但爱贝贝学费多年来被要求汇入一个名为重庆市海航文化有限公司的账户，我们当时觉得奇怪，但问了其他家长都一样交，也没多想。段红说而且因为学校口碑很好，也是挂牌的普惠幼儿园，我们觉得应该会有监管。事件曝光后，家长们迅速组织起来，搜集转账记录、合同文本、家长群聊天截图等材料，递交至各级教育与公安部门。他们希望官方彻查资金流向，追回资金，帮助园区恢复教学，或协调孩子转入其他合规幼儿园。然而追回资金的难度较大，家长们从警方处获知，若经查属非法集资，将优先处理涉案金额较大的刑事案件，而部分金额较小、性质接近民事纠纷的学费问题，追查难度较大，程序也相对漫长。什么意思就是家长受害的是2部分，一部分是学费，你一次性交的学费那个属于民事纠纷，你交的那个捐资助教
这种集资款呢，那个算非法集资，是刑事案件，那个由经侦去追赃款，追回来多少再来分配。实际上说来说去就这2种钱，恐怕基本上都是打了水漂这个律师解释它是不同于捐资助教缴费，得如常规预缴学费，且幼儿园已提供了基本教学服务的情况，多属于民事纠纷。但涉案人员同时涉及刑事、民事等法律责任追究时，如案发时其留存掌握的款项有限，则往往会有一部分权利人面临财产难以追回的风险。对此，家长应在完善证据后，尽早进行民事起诉乃至刑事报案和权利登记，争取最大化挽回损失。这是家长幼儿园暴雷以后面临的2个问题，一个是多交的学费，一个是集资款。那这些幼儿园的孩子何去何从呢？教育部门在与家长协调会议上表示，4所园区由另一家私立教育机构金德凯顿暂时接管。金德凯顿在重庆运营9家幼儿园，其负责人尤小飞在此前会议上表示，幼儿园目前正在交接中，将垫付教师工资，维持园区基本教学。金凯顿已于10月中旬垫付了教师8月工资，并称餐饮供应也暂由其承担。那你说无利不起早，对不对？这个金德凯顿呢，他为什么要接手这个烂摊子呢？对吧？毕竟这个你看，你这个园区的租金你要交你不交，人家不让你在这干。老师的这个欠薪要交，社保你不交，老师他不上课，这都是欠的，对吧？那金德凯顿呢，先把这钱都交上，完了之后再运营。你想想上一家爱贝贝都已经运营成这样了，搞不下去，那金德凯顿他怎么能搞得下去呢？所以新的问题又来了说新资方的收费标准再次引发争议。会议上，教委建议按普惠标准收费，但金德凯顿提出按照其他园区标准收费，每月4000元保教费。家长们对此普遍反对。若2方不能达成一致，学生就只能分流，即由政府协调将孩子安置到该辖区或邻近辖区其他幼儿园，这意味着重新缴纳学费，且可能面临名额紧张的问题。2江新区公立幼儿园都得摇号，我们这种半学期插班几乎没有希望。高鑫说很多私立幼儿园早已满员，就算有空位也要跑很远接送，太折腾。大多数家长仍希望保留原址，让孩子继续留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最后一次沟通会上，各方意见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这个就是财经网报道的叫爱贝贝幼儿园停课暴雷。实际上早就有媒体报道我们全国平均每天有65家幼儿园倒闭关门。爱贝贝幼儿园为什么倒闭？实际上通过财经网的报道，大家也应该对吧有所了解。为什么说这个爱贝贝幼儿园暴雷呢？实际上它里面就涉及了一个非法集资，叫捐资助教。这个我有亲身经历2016年大概前后吧，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幼儿园就像爱贝贝一样，在当地口碑非常不错，而且那个时候我感觉是那个新生儿出生率非常高那个幼儿园都是爆满。好一点的幼儿园还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说的就是这种民办的实际上等到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幼儿园的这个人小孩规模已经没那么大了，他前面几年的人更多，因为幼儿园一举办什么活动那个整个幼儿园里面都站不下。一到放学的时候，那个他幼儿园前门后门那个接送的家长就特别多。但是后来人还少了一点。那个幼儿园也是个连锁机构，在当地也挺出名的。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好像是5000还是6000一个月学费就这个在北京不算高的，北京很多幼儿园8000、10000的多的是。然后他那个幼儿园就推出一个，它不叫捐资助教，但是性质是一样的。当时就是你存40万给这个幼儿园，然后呢，你这孩子在里面上3年学，等你孩子一毕业然后他把这40万还给你，然后呢，你就可以免费就读，相当于你每个月的学费就免了，就跟这个捐资助教是一模一样的。我记得是存了40万，当时不像现在现在到处都在暴雷，当时只有那个 P2P 暴雷我记得当时还有什么网上经常的都是 P2P 暴雷的多，其他的各行各业还没有开始暴雷，房地产正火，所以当时没有这个感觉到风险等到我儿子一毕业的时候，拿着那个学校给的那个条去学校退钱，然后呢学校说了这个月没有钱，下个月，但是也没觉得什么危险，下个月就下个月吧。那校长还挺客气，说这个财务没安排好，什么一大堆的。好，第二个去呢，人家就退了。为什么说这个幼儿园呢？是因为2022年，也就是大概2、3年以后这个幼儿园它就暴雷了，因为
这个幼儿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很近，因为这个小孩不在里面上学啊，所以就不再关注这个幼儿园。直到有一天啊，我出门看见这幼儿园门口停着警车，好多警察。后来我再一打听啊，才知道原来啊这个幼儿园暴雷了，很多家长交了40万，后来他们交的是50万，然后这个孩子毕业了再去退钱退不了，没钱，一个月拖一个月，一个月拖一个月，等他拖3-4个月给不了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传开了，一传开了呢，很多在学校还是在上学的那小孩家长也就开始拿着钱要去，这就叫挤兑。本来说好是你毕业之后再退的，但是很多家长他知道这个已经暴雷了，所以很多跑去闹事维权，这个幼儿园教学秩序啊就乱了，所以警察就来了。后来啊，我看这个基本上每天都有警察在门口，为了就是保持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正常教学秩序，就严重到这种地步。我记得我以前做节目还说过这事，2022年吧，23年大概这样的。这个幼儿园很厉害啊，它不光在北京有，它好像山东什么地方都有，是个全国性的这个幼教机构啊。而且我看了啊，他们这个宣传展示他们的校长老板各种做慈善，当时他们这个集资的时候说这个钱他们是用来扩展园区，也是一个说法啊，就是在别的城市啊或者在北京再开幼儿园，发展壮大，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连锁教育机构等等吧，这是他们的愿景发展蓝图啊。那后来为什么爆雷了呢？实际上啊，他爆雷的原因很有可能跟房地产爆雷是一样的，他把这个钱呢并没有用在这个扩建这个幼儿园上面园区上面，他很有可能是投到房地产上去了，要么他把这个钱就直接借贷给，对吧，哪些房企，那个时候房企那个募集资本的成本呢，就是资金成本啊，有的是达到20%，就你借给他1000万，一年要还1200万，对吧？那这些幼儿园的老板校长，他就用这个从家长这儿募集资金，然后呢投到这个房地产项目，中间有很大的差价。最主要的是它符合那个庞氏骗局啊，只要新入园的学生多，毕业的学生少，那他永远就一个资金池，3年以后啊，你领的这个就毕业的孩子的家长拿走的这50万是新入学的孩子交的，所以他就一个沉淀，对吧？资金池，如果他这个连锁机构啊有个1万个学生，3年里面啊1万个学生不算多啊，3年的吧，那沉淀的资金就有50个亿啊，这可不是小数啊，50亿投到一个房地产项目或者投几个，对吧？爆雷的原因就是投到房地产项目里面钱出不来了，恒大爆雷，融创也爆雷，碧桂园也爆雷，所有的房企都在爆雷，没有办法兑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办法兑付其实也不要紧，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新入园的学生越来越少，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新入园的学生啊交的这50万不够毕业的学生这些家长去兑付的，所以他越拖就越多，难以为继，最后就爆雷了。我看这个幼儿园那个宣传画册里面，学校里面到处展示都是这个校长到处做公益，贵州支教，对吧？大山里面捐款，最后啊以爆雷结局。孩子在幼儿园里上课，家长在幼儿园里面维权，要退学费退那个集资款。至于重庆爱贝贝这个怎么爆的雷，他这个钱去哪儿了？这个不好说了，因为房地产这几年不会有人再把钱还往房地产里扔吧。但是爱贝贝爆雷还有一个原因啊，跟我所说的我们家门口那个幼儿园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普惠幼儿园。那这个是否合理？就是说啊，他要求这个幼儿园每个月收费不能超过900，那这个够不够他运营？就是他请老师、保育员，他租这个场地，一个孩子收900，你为什么规定一个孩子只能收900？你看新来的幼儿园就不行了吧？人家要收4000，也就是政府你可以要求他是普惠型幼儿园，你规定一个孩子不能超过900，那你政府给人补贴，这叫市场化呀，对吧？人家收多少钱，那他是要经过核算的，要不然他不赚钱呢。幼儿园它不是慈善机构啊，所以这个爱贝贝幼儿园呢，它爆雷恐怕跟这个收费低，政府也没有补助，完了之后它就是叫雪上加霜呢，困难更大。对幼儿园来说啊，一年比一年难，这个大家也知道，就因为一年比一年这个新生儿少，这个新生儿一少，入园的小孩就少，入园的小孩一少，你这个幼儿园就显得这个冗余啊，就是你老师，对吧？保育员，甚至你这个园区都租得太大了，本来一年只能招3个班，现在一年只能招2个班，再往下一年只能招1个班，你说你那个园区是不是大了点，对吧？你这刚性支出是不变的，所以这个孩子越少，学费越少，900一个人，这个幼儿园本身就活不下去。那他为什么还活着呢？开呢？他就全靠这个集资，非法集资啊，靠集资这个钱，他想去投资来盈利。所以某种程度上啊，重庆爱贝贝幼儿园，对吧？也有无奈之举啊。那今天聊这个话题，实际上就是想告诉大家啊，都这个时候了，不要想着什么理财投资，
实际上这个爱贝贝幼儿园就是理财啊，对吧？你把几十万交这儿，30万利息就是那学费嘛，不就是一种理财吗？恒大暴雷以后啊，一切理财都应该停止，对吧？还有什么预存学费、预缴，比如说这个你去理发店充卡、健身房充卡、预存这种都应该停止，对吧？这个咱们节目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理财呢就更得停止了。你要清醒的意识到这就是理财啊，它条件再优越你都不干，对吧？你就老老实实一个月或者半年交一次学费。你要觉得这个幼儿园不靠谱，那你就换个幼儿园。这个一般的啊不现实，对吧？一般的家长对吧？幼儿园他的还是图方便呢，接送方便。那家门口有一个，那肯定是放家门口这个幼儿园，对吧？但是如果这个幼儿园你还觉得不靠谱，那你就1个月或者1学期交一次，按照最少的交就完了。如果这个幼儿园倒闭，那你顶多就损失4、5个月的学费。这个是幼儿园啊，实际上有各种形形色色的，类似于理财，对吧？但是它也不说是理财，实际上它就是理财。就这种东西充斥在我们生活这个触手可及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要擦亮眼睛啊。简单点说啊，就是想把你的钱从你的存折上面，从你的这个银行卡里面给取出来，所谓的存款搬家，这就是要骗你，就这么简单，对吧？极力想把你的钱以各种名目啊，各种利诱，对吧？各种诱饵，让你把钱从银行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这都是要骗你。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啊，不仅限于幼儿园，其他的地方也有，对吧？或者你比如健身，你比如说还有小孩这个上兴趣班、课外辅导班，如果你要交钱的话，你要有个底线思维。什么叫底线思维？就是你想着你这个钱交出去了，你今天交的，他明天这个机构就黄了、爆雷了，你能不能承受？如果你觉得还行，无所谓，那你就交；如果你觉得这也要爆雷了，那你受不了这打击，那你就得小心。我们现在都要底线思维啊，因为这个爆雷啊，这个无处不在啊，各行各业现在是在去杠杆、挤泡沫这么一个过程。把你的钱呢从银行弄出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过程。随着往后啊，这个人口继续下降，那幼儿园爆雷的会越来越多，各种辅导机构，对吧？各种课外这个辅导班爆雷的也非常多。所以你如果家里有小孩，你缴费的时候啊，还是要小心。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